我哋今日喺新加坡 Sentosa 睇一間叫 Green Collection 個系列，今日會介紹兩間別墅俾你哋睇。呢啲屋啦，13年啦已經起好啦，開頭你只可以租，依家有嘅機會俾你擁有。室內設計做得好完美，好現代化，配上一道3米高嘅木門設計，以雲為入口歡迎你。依間有5640尺，3層加個地庫。設計師將飯廳同客廳分成2層，令到視覺上睇落去闊落啲。由客廳可以去到地庫，同時去到後花園。嚟到第2層有3個套房，最特別咧就個小客廳有個天窗，令到個地方比較光猛啲。第3樓都有間套房，加埋一個好闊落個私人露台。我將會介紹另外一間屋，如有意思可以聯絡我。